副总统赖清德17号来出席母校成功大学参加90周年校庆活动。伫咧第一任校长若龟道龙次任关大礼服特展暨台日交流活动，感念若龟道龙校长对成功大学过去的贡献，同时嘛展现台日的友好情谊。副总统更伫咧致辞的时阵，特别感谢日本伫台湾疫情严重的时阵，捐赠400万外剂疫苗来帮助台湾渡过难关。同时嘛，对日本公开对台湾申请加入 CPTPP 表示支持，表达感谢。由这个展览我们可以也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清楚看来，何以台日的关系是如此的深厚了。好，再加上每一次台日两国天灾地变的时候，互相支援，那种患难中的真情更是令人感动。我们也刚刚也特别提到，在疫情期间，那么日本呢也帮助了台湾。那目前台湾正要申请加入 CPTPP 的时候，那日本政府还有日本的国会前后任的首相都公开表达对台湾支持。典礼一开始放特别制作的影片，由现任的校长苏慧珍配音，回顾第一任校长的建校历史，就亲像两个校长相隔90冬的对谈，实在让人非常的感动。想要再次提醒我们自己，创校时有什么样伟大的胸襟，创校时对台湾的土地与未来是什么样的热情，这是一个念想，也是一个记忆，更是一个提醒。这段过程当中，如刚才所提到的，我们非常非常谢谢若龟康雄教授，透过他亲自的许多联系跟来往，提醒我们，也跟我们分享他的祖父若龟校长在当年离台之后，所有对于台湾美好的记忆，以及他一辈子最骄傲、最重要的贡献。我觉得那是一个不仅仅是90年的羁绊。我觉得那是一个跨越岁月、不断的更多的这个链接。活动中，若龟道龙的孙仔若龟康雄，阁有真侪为日本众议院的议员透过影片来表示祝福，期待日本甲台湾的关系当继续保持，努力发展更进一步的日台关系。台联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